大家晚安，刚算是晚安，这算晚安吗？这到底算下午还是晚上？好，随便啦，算晚安好了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会记列网络喝醋咪，大家好啊！伊藤绿茶晚安，欢迎你来。各有七号晚安，欢迎你来。各有鸟鼻哥追晚安，欢迎你来。还有我们的一周7天，这个是平行世界版的0287吗？晚安，晚安，欢迎你们来哦！阿轰，阿轰，晚安，欢迎。太恐怖了吧？拿火把叉子，你们是报名吗？应该好，拍谁？今天让大家等比较久，就是有一点小事情耽误了一下。先跟大家回是的啦，拍谁啦？对，然后我刚刚本来很担心呢，因为我那个早上看的时候看只有3个人投稿，不过刚刚好像大家有紧急再贡献一点嘛，我们现在有6个人投稿了，应该是可以讲久一点。对，但因为我发现就是那叫什么？因为我发现就是投稿的人好像还是比预期的少一点，所以我们可能就不会讲那么久。那我就先准备了一个那个紧急的特别节目，对，就是小唱一下啦，就是唱个就真的可能没几首歌的这个突发歌回，对你们不错吧？对你们好哦。准备好盘子要分食了，不要啦，我知道你们有宝箱怪食谱，但是可以不要拿出来吗？有点太恐怖了。过来讲到哪位？过来的是咱来看，这么快进入主题吗？好像也可以。瑞芳，我可以叫你瑞芳吗？你好，初见安安，你是看到我的广告才来看我的，太好了，我的广告有用哎，蛮常看到的广告，一天可能2-3次吗？真的假的？好，谢谢你喜欢我的广告。你看到的广告应该是街访系列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今天这个4舍5入也是一种街访啦，就是那个来访问我的观众，看大家的后车厢或是机车的车度都塞什么东西。4舍5入也算一种街访吼，应该算吼。会记得这样呢。好，那我们敢不爱搁说者？什么？都要为异世界出关搁说者？无啦。我现在已经长期定居在人类世界，已经蛮习惯了。对，来，那我们还是赶快进入主题吧。我们早点进入主题，讲完就可以去唱歌了。对，今天突然有点想唱歌啦，所以就想说好像也不错，就偶尔可以多唱一点给大家听。我的广告被消耗掉啊！是看到我的广告2-3次，不是一天2-3次，吓死我！对不起，我忘记你的第一个字怎么念了。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我有 Google， 我查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贺宇你好，安安欢迎，应该算安安吼，欢迎你来。安，我们在这边是初见吧？我们在这边好像是初见，是不是？OK， 你那边是早安是不是？刚起床，等下起床呢。好，那总之呢，今天就是我上次看了大家的厕所。觉得还蛮好看的，所以就想说，那我来看看一些其他东西吧。对，所以就请大家来那个给我看你们的后车厢或是车度都塞了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最喜欢窥探观众的隐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照这个随机的顺序来看看吧。正要回家是吗？辛苦了，是不是刚下班？可能蛮多人如果是朝9晚5的话，可能差不多现在下班哦。今天是礼拜5今天下班可以去 happy， 可以去开 party， 对不对？哇，大家如果有想要怎么开 party， 也可以在聊天室分享哦。今天是不是蛮多新朋友的欢迎大家来。然后就是如果有什么，就是你们可以聊自己的没关系哦，只要聊天室有在动，好像对那个演算法就有帮助哦。所以你们可以聊自己的，不用理我，我 OK。好耶。对，最喜欢使唤观众扫厕所跟不是使唤你们扫厕所，又不是扫我的厕所，是扫你们的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我鼓励大家就是维持自己的那叫什么生活环境非常干净，清气溜溜，有无？好，什么啦？你在看什么？安胖曼什么？
像个苦口婆心的妈妈，真的，我快要变妈妈系的 VTuber 了。我甚至可以关心大家有没有喝水，有没有睡饱，有没有吃饭。哎、你们吃晚餐了没？有这种戏的吗？有这种戏好像也不错。那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妈妈系吗？我算妈妈系吗？好啦。总之，我现在来关心大家的车度有没有好好整理啊？红豆、红豆胖超人，我来讲呢。啊，伊利可以，伊利安安欢迎，可以一起当妈妈系。我是唠叨型，我是照顾型。你直接觉得我很唠叨是不是？伊利，你是不是不满很久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都很啰里吧嗦？你有不满可以直接讲，没关系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但是伊利熬猪架哈，应该算是真的是比较照顾型的，我就不会煮东西，我就只会乱讲话，所以其实这样分工还蛮合理的哦。对，我蛮爱碎碎念的，有时候开台就是在那边念一些有的没有的啊。对，那个叫啥啊？蛮环境。妈妈都会给小孩子钱，不是那个不是啊，孝亲费嘛，孝亲费，大家都是这么大的小孩子了，都已经会赚钱了，是不是可以让妈妈享受一下这个清闲的生活？好啦，好，我们还是来看车度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照这个随机的顺序来看吧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阿杰，因为他刚好排第一个。来，我们来看阿杰。车道内底有啥？我们看看。哇，这样把它拉近看，有一个窥探的感觉。我想一下从哪里啊？我们从上到下，这一包前面是雨衣吗？还是塑胶袋啊？是雨衣还是塑胶袋？不太确定。然后我是说这个算桃红色吗？还是紫色？这个不知道算不算？不是啊，这个不知道是塑胶袋还是这个有在吗？这个好像现在没有在，好吧？我是不是不应该先看它的？好，然后这个钥匙感觉很像那种铁卷门钥匙吗？不知道是家里的铁卷门还是店里啊？有没有可能是店里的铁卷门？因为大家如果有在 Discord 的话，应该会知道，就是阿杰有在做馒头，还会煮豆浆。我想说会不会是他店里的？不知道会不会是阿杰店里的钥匙哦？如果店是用铁卷门的话，有可能哦。我的头挡到了啊，膨胀了，忘记放下身段，对不起。安尼应该大家看有清吼，应该看较清楚。OK， 过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刚刚都看不清楚，对不起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刚刚说的？不知道是雨，这个好像不是雨衣耶，雨衣好像不会这样放哦，所以这个可能是前面有挂塑胶袋。可能大家机车也都是蛮习惯会往前面挂东西。哇，我太帅了，看不到钥匙在哪？谢谢德西亚伊利，很会称赞。恁学校是库洛米较济，应该足济，即摆足济少年家，敢袂当讲少年家，足济囡仔兄囡仔姐，可能拢较爱库洛米，可能无一定遐爱 Melody， 这是这个时代的变化吼，好像吧。我自己虽然很少，我不会出没在小学，听起来超怪，就是我跟现在的小朋友比较没有在接触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啦。但是凭我的模糊的印象，就是总是有时候那个路上经过国小，会看到一堆小朋友就是放学排队嘛，就是根据这个方式得来的一些模糊的印象，感觉好像确实现在那个库洛米才是主流，对不对？你的目睭予阿辉勾掉，我是喇叭是吧？我是喇叭，这样子吗？就是好。会举着美乐蒂派的大旗，我知道伊里很明显是美乐蒂派的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这个有点看不清楚这个被塑胶袋包着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购物袋吗？这是购物袋还是什么？安全帽内衬吗？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帽子，这帽子蛮可爱的。这帽子感觉就是太阳太大的时候。就是下车把安全帽脱掉之后，好像可以拿这个
拿这个渔夫帽，对，这个叫渔夫帽，可以拿渔夫帽出来戴。对，原来如此。然后嘞，我们还有卫生纸，卫生纸很好用卫生纸很好用。不过本来我这次没有拍我自己的车度给大家看，所以我只能用讲的。对，不过我的车，我那个我机车的车度以前其实也有放卫生纸，但是好像发现有时候大雨的时候就是好像会进水，所以从那之后就没有再放了。不然有时候那个卫生纸湿掉，然后再干，它的那个质地就会变得有点奇怪。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。好唐突的分享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看起来很像雨衣哦，这个黄色的是不是很像雨衣？然后下面这个很像那个叫什么信封袋或是资料袋吗？这好像也是这好像也是信封袋。对，不太确定这个信封袋是装什么的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的确，以前有一段时间，就是想要打工的时候，会需要就是带着一些资料去印履历，还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确实有时候也会把那个 L 型资料夹 L 夹塞在车肚里面，带它拍照这样子。安尼才是实性的卫生纸，安尼你的卫生纸拢是安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上高级的享受是吧？是这样子吗？我不懂，我不懂得怎么欣赏卫生纸，我不懂得怎么享用卫生纸，这个我就不懂了。好，不过这又是雨衣耶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很确定是雨衣了。不过的确我的车肚也是有2件雨衣，所以我想这黄色可能应该是雨衣吧。然后这是另一个雨衣吗？然后除了雨衣之外，这个看起来是什么？保暖用的外套吗？感觉是小外套，就是风比较风较透的时阵。好像可以穿起来稍微温暖一点，是这样子吗？感觉好像是好，感觉我应该是看有详细应该是没有遗漏什么。好，这就是阿杰的车刀，不是刀车，刀是吧？八刀，等一下，我要查字典车刀是车刀 ，OK。我都不知道有啥牌子这个应该没有在今天的访问范围吧？我没有叫大家拍自己是什么牌子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对车其实也没有研究，所以我可能光看外形，我也不知道，听起来像车刀不是车刀，车刀是刀车刀是刀，跟甲乌无共，就像讲蚵仔甲乌仔嘛无共，蚵仔是海产，乌仔是啥物？乌仔是，有个人会感觉迄袂当食，毋过好，目的就是安尼耶。好，我们感谢阿杰的投稿。来，刷来咱来看，这有我有偷看啦，这我应该是咱阿峰 Santico 阿峰上，不是，这是啥物？这是菜是不？这是啥物菜？这是啥物菜啊？阿峰，薰草哦，五鱼甲乌圆，有差呢。这薰草哦，敢有可能？这啥物啦？芳芳的草，这到底是啥物？阿峰啊，还有安尼呢？我就咧想讲，我一开始看到这相片的时阵，无甲伊放足大。无看甲足清，我就想讲，这是啥物？盐水呢？盐水哦，互大家摇好。阿峰讲要互别人摇，互大家摇就对啊！来，大家各位，请摇看卖，因为我真正摇无，因为我嘛是无咧洗菜市仔啦，就是对菜色足无了解，所以叫我来摇，我是摇无。恁大家会
会当，我唔知，感觉恁遮有个人较捌的，感觉恁有个人较枵煮食的，可能知影。这应该会食一吼，这敢是会食一个菜？啊是这是啥？哦，我真正唔知这啥，敢真正薰草啦，它有可能。这是跑香怪的配菜吗？谢谢，不要乱讲。哦，脱水高丽菜吗？敢有行？这有像高丽菜吗？不过伊这叶啊料料吼，是不是？看起来料料，唔知伊是原底的料料，还是伊是拍单？这看起来是有的拢打起吼。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敢高丽菜？还是要做泡菜？还是要安怎？啊，好，大家摇的时阵，我先来看，还有啥物物件？来看还有一些什么？这两支唔知影啥物，这啥物东港哦？这支敢东港，还是铁港，还是啥物港？啊，这敢德港？这看起来旁边有点那个，很像东阿是不是？啊，芹菜哦，真正是菜，这芹菜，芹菜敢是安尼？因为我真正无咧买菜哦。来，我看卖。芹菜，哦，芹菜叶啊，真正生安尼哦，啊，不是你在家的芹菜，你怎样安尼宰哦？其实好像有道理耶，确实放进去感觉蛮刚好的嘛，应该也是不会，应该嘛是被掐的啊，是安弄啊，好像也不会吼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耶，好 ，OK， 好酷哦，好，恁阿母爱你宰的，好哦，我若是要摘菜色，我应该是会甲伊缀伫迄个塑胶袋仔内底，啊，才挂伫迄个头前安尼。啊，你毋是，你是直接规个迄个，这敢算碗公？这算碗公吗？直接放伫迄个碗公内底安尼摘，嘛是会使啦，嘛是会使啦。看起来是不会倒啦，好像也可以。嗯，对啊，叶子好大片哦。没有想到的是芹菜，真正没有想到。哦，好，这算钢盆。唔知影台湾话安怎讲？挂头前会红脏哦，会红头体啊，这应该算面烫哦，这应该算面烫啊。这都好做迄个啦，人讲迄个天崩，若是漏水的时阵爱请什么神啊？爱请什么神？请你面烫摕来神安尼，耶，好爱双关笑话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无看过遮野的货物吼，来第二点，头前这两支到底是啥物啊？哦，上头前这粒是啥物？这是充电的吗？还是钥匙？这是不是钥匙啊？就是那种铁卷门钥匙啊。哦，是有做更盆哦，直接讲更盆 ，OK。因为阮兜较无，干那我较无咧煮食，所以对遮个迄个煮食用到的物件之类的，就真正有足青分，真正足侪拢袂晓讲，所以爱靠大家。啊，这片子哦，这是扳手吗？折叠的那种扳手吗？哦，啊，这两支是哦，套起来的那个吗？是套起来可以拿来转的。好像有像哦，虽然看起来好像变形了，是吗？看起来是经历了一些。啊，你嘛唔知你有在用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是不是用了之后没有拿起来的？哦，没有，我以为这是口罩但这好像是什么文件，我们就不要乱看。一支个歹去啊，所以这是两支哦，这是两支无共的套筒扳手，我也觉得看起来很像三处风暗慢欢迎你来。哦，一时也无看，足欢迎你来，嗨，我觉得这些图应该是不能靠近看的，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麦搞瓜嗨，麦搞瓜嗨，好，谢谢。然后除了平板，不是你拍平板你就拍平板，你为什么画面要开着？我看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会不会等下频道不见？
哦，好像还好。哦，你有挑过是不是？你有挑过是可以让我放出来的。谢谢，错怪你了，拍摄，可以啦，你要不要趁机宣传啊，阿峰？你敢不趁这个机会宣传一下你的那个考者？或者就是阿峰在画图吼。我这样跟大家讲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那个、啊？你会不会其实没有想要被大家知道？我没有先问过你，怎么办？切菜就好，切菜 OK。大家若有缘吼，有缘会使去找伊的考则来看，啊，无缘嘛不要紧，都可以。骗几是钳子啊？我也一直搞错呢。我可能也是，平常也是没有在接触这些，所以也没什么机会被纠正。原来如此。OK， 好，然后下面还垫了一个，这是外套吗？这看起来是那个风较透的时阵，你也在穿起来外套哦，感觉应该是。哇，这个是那个吧？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发票，这不是发票放在里面没有拿起来？我也蛮常会做这种事情的，完全可以理解。好，多谢阿峰。还有2张，伊投2届，所以咱有2张。这张看起来同款呢。你敢是原底要破其他的？你是原本想要传别张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收到的是这张是重复的。然后这个是怎样？这个是怎样？惨安尼可能投唔对啊好啦，你若真都想要投，你小等会使看你要等倒位，你会使等伫 Discord 等互我，袂要紧。可以，袂晓讲话。等我你报一下，可以让你补一张，OK 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我是不会这样啦，但是也是可以理解啦。金咯，嘿，你安尼讲有声呢？他们叫上安安欢迎，晚安，欢迎来，救命哦！不过，虽然程度有差，但是我会做类似的事情。对，就是有时候有些你若停车的，有的单有无？停车那个缴费那张，有时候私下也不知道放哪，把它放进去，或是什么在哪里拿到了什么购物袋，还是什么收据，还是什么可以留但是没有很急着用的文件，确实会把它丢进去。所以过一段时间就是要整理一下，是没错。有些买蓝条好，愈水开好，谢谢你，这是现代艺术啊！你这个算是一种现代艺术吗？你这个可以，你这台车你后摆若无要骑的时阵，你会使甲扛去那个美术馆啊，扛去那博物馆有无？你就变成一个装置艺术，我觉得不错。那你再给它取个名字，对，像之前有人贴那个大黑啥金蕉，搞做 comedian， 你也可以给你的就是这个伟大的作品取个名字。看要喝啥？大概买当倒喝，好不？好，你报啊，好，我随来，小等我开一下我 Discord 啊，看到啊，来，我 download 一下，你这是小等，大家小等。哦，大家一定足介意的，来，大家看，后现代装置艺术聚宝盆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超级喜欢。阿宏，刚才安怎？聚宝盆不错哦，确实有可能中奖，确实是聚宝吧。来哦，做大张的，来，咱来看。恭喜要看啊，太大张了，等我一下，好高清哦。Discord 好棒哦 ，Discord 居然让大家传这么大张的图哦，不会偷压缩一下？喂，车都更多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可爱哦！这算虐猫吗？应该是不能真的塞进去吧？应该是不可以吧？哎呀，这个还蛮欢迎，
头拄仔有讲到你的车，不过迄时你可能咧无闲，因为我今天开太早了，欢迎你来。钱袂落吼，钱袂落，好，伤大颗是吧？无啦，哪有人咧嫌猫啊大颗的有无？好啦，这正常载猫咪应该是不会这样载，应该也不能这样载吧？是动保吗？你说我吗？我是跟动保协会没有特别接触啦。对，希望大家不要乱检举我，我都没有在虐猫，谢谢大家。好耶，还有另外一张哦。不过应该艺术要讲哦，这是尾巴吗？这边是尾巴吗？这是它的尾巴吗？有些无看也困伫车道哦，做古锥的，原来是安尼。你是钓竿无看，互伊去困是吧？那猫咪都喜欢睡在一些蛮奇怪的地方，然后有时候拍到很糊的猫咪照片，就会看不清楚它的构造。这应该不会溜吼，这应该是尾巴，这应该是卡腿对吧？哦 ，OK， 刚睡着了 ，Oh no，Oh no， 太累了。我觉得阿杰就是要保重身体，不然感觉有时候我开台比较晚的时候，发现阿杰哥有在看，就会想说有点有淡薄拍摄，想讲我你伤忝嘿。居然用构造，我觉得没错。麒麟尾不怪看起来就不会觉得一眼好像都是尾巴，对，好像确实，但很可爱耶。我觉得它的3个花色也好可爱哦。我之前是不是没看过你的猫？它的毛看起来超好摸的，蛮可爱的。猫就是这样啊，猫就是喜欢睡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。比如讲你哪有什么抓伤啊？要不会踢开的，还是已经踢开的，还是什么？楼梯的楼梯间那个扶手也会有，有时候猫也会睡在那。阮兜猫啊哥会走去迄个冰箱的迄个顶头呢。我就想讲，敢袂作烧的？就我不知道啦。我觉得冰箱的后面摸起来也热热的，我不知道上面热不热，但他就喜欢爬到那里，然后就是高高在上摆架子给我们看这样子。对，猫窝不睡，然后去睡装猫窝的纸箱，这就是猫啊，这就是猫。你有看到一个睡觉的时阵，安尼我袂记啊，上久无看到，可恶！猫猫可爱，你弟辛辛苦苦组装好了猫窝，然后你家的猫最爱那个包装的纸箱，鸟啊就是安尼，这真正无法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。那个叫什么？云端硬碟。最近是不是讲太多话了？好，再来我们照顺序那再来我们来看0287的投稿。感觉很正常哦。这是手套吗？这应该是手套。以前有时候天气很冷的时候，我也会戴手套，但是我手套不会放在车肚，手套会放在那个外套的口袋，因为很冷的时候就会穿外套，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拿到那个手套了。我也不要累过头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尽量。反正我累过头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出现而已。应该是不能这样讲。你手套是在饮料架不会被偷吗？这好最。七岁会师吗？我这样念对吗？安安欢迎，安安欢迎你来，你好。我们在看大家的车度。好，这个是背什么啊？看起来像空的包包这个不知道里面装什么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也算是包包吗？看起来是一个背包是吗？然后这是导航的那个吗？Hiki 好最就是导航的那一只，它看起来断掉了，在这里雨衣袋吗？雨衣袋这样说好像有像所以里面是装雨衣它可以折很小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油箱盖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油箱盖是吗？油箱盖在这里这是油箱盖吗？
等一下看解答篇好啊，对，0287还有投一个解答篇，等一下可以来，我先乱猜，然后等一下可以对答案哦。是老车，所以油箱长在这，好酷哦！我没有看过，见识比较短浅。这是什么？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招募主士官长的名片吗？为什么会放这张在里面？这是在哪里拿到的啊？这是在哪里拿到的啊？很久没有遇到油箱用转的盖子，我根本没看过，可以证明我很年轻。对啊，唐突招募唐突招募啊，好，既然都唐突招募了，我放大一点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好不好？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去联络我们士官长。我就帮大家到这了，有需要的可以扫哦。毕竟是6岁的宝箱怪，对啊，没看过正常吧？然后这个是那个吗？所谓的那个什么套筒扳手还是什么螺丝起子哦？这是螺丝起子吗？看起来是10字的。OK， 人生可以，我不要念，我不代表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好，组合工具哦。原来如此。哦，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好，我知道解答篇有说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好，然后总之就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嘛，然后有一个小纸条，不知道小纸条是什么，然后这个也是现代艺术，对不对？这个来自20XX年，或是更之前的这个一片塑胶，就是象征了我们灵魂的永恒。这个塑胶象征的是我们的灵魂，它永远不会腐败，它也永远不会被分解，而且它永远的留在这个车肚里面。太有情调了，太有情调了！在你的那个车子里面还有这个艺术的气息，好棒啊！速供车啊，对，不是，它是艺术，它是艺术。螺丝起子跟套筒，等下我怎么一直拉到螺丝起子跟套筒？早期机车会附赠哦，套筒扳手跟螺丝起子的组合组，原来如此。我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来看下一张。耶，然后这是水壶套吗？还是就是个水壶？阿辉根本注意大家普通。这怎么了？你觉得我听起来喉咙很干，叫我喝水吗？那我喝一下。小大哦，你家得。多谢啊。好，看起来有一罐水耶，这个水有放很久吗？还是会随时更换的？因为水还是咖啡？水真的是水，真的是水，真的是水。嗨，安安，你好啊。阿曼，你好，你的名字好特别哦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而且你收回讯息嘞，为何啊？好，我们继续。艺术家，你敢袂注意到艺术家拢是咧操蛋？等下，这是什么？艺术家，你敢袂注意到艺术家拢是咧操蛋啊？迄是迄个歌吼，迄是迄个咱西贡烟仔花的歌对，因为阿峰甲我拢足介意西贡烟仔花，这是那个艺术不，这是百合花的歌。我怎么想说好像听过，但我突然没有想起来啊！好。唐突推荐大家可以去听百合花，真的蛮爱的，真的蛮爱的。我应该叫他喜爱大叔，是不是？好，喜爱大叔安安，欢迎。好，然后好，我没有得到太多结论，看起来是水跟水壶嘛？这是水壶还是水壶套啊？看起来有盖子耶，看起来有个盖子，所以这是水壶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包。手表，敢是手表？是也蛮像的，
耳罩哦哦，是耳罩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耳罩还是耳机，但很像哎，这边左耳右耳，然后就是可以拉开这样子哦哦，好的，这是最后一张吗？对，这是最后一张。好，来看解答篇，好期待啊！来，物品解释，他写的这个很清楚哎，我们看看，黑色全罩安全帽带拿来垫东西，下面有沙子没清，哑铃吗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黑色全罩安全帽带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这个是安全帽带哦，然后下面有沙子没清，看得出来有点沙子。哎，投稿有收到吗？啊，不，我刚刚说的最后一张是0287的最后一张，对，然后好像没看到猫猫的投稿，我等一下看一下，好，这边好像没看到猫猫的，我们等一下来看。然后最后一张是，不，物品清单是蓝色折叠伞套，然后里面的伞被弄丢了，所以就丢着不管啊。然后这个金属工具是刚刚讲到的嘛，就是那个修，好，你直接传 DC， 这样一定就，一定的袂到高起，感谢，这麻烦你传一个，多谢。蓝色折叠伞套，金属工具，刚刚应该在第一章都有看到嘛，所以这个里面原本是折叠伞的啊，然后就是手套应该是没有疑问，然后所谓的多出来的金属工具，刚刚有人有帮忙解释到嘛，应该是那个一开始的机车会送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遇过，去修车之后就多了这些，好。修车的时候帮你送你一套那个小工具这样子啊，然后那个名片是陪同学抽签被塞的，原来如此，是抽那个什么，好像会抽，是抽兵种吗？好像也会抽地方，是不是？好像有这回事哦，好像那时候会，我有点忘记了，是不是抽单位的时候也会有宣传，就是说如果你特别想要去外岛的话，你可以自愿这样子，好像有这回事。啊，那还蛮合理，原来如此。好，然后手机架，之前后照镜松掉的时候就拿起来，现在锁不回去。哦，它是锁在后照镜的，对吧？抽兵种啊，抽兵种的时候啊，主要是抽，太久了，离我太久了，真的忘记了。也没有很久，但就是没有特别记，所以就忘记了。等一下，刚刚是讲到那个这个，所以这个地方原本是要锁在后照镜里面的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抽单位是新兵结训抽的哦，好像我不知道哎，可能跟我当的时候的规则也不一定完全一样，所以我可能真的有点记不清楚了。对，我想一下，我们那时候有抽单位吗？我们那时候没有抽单位，我们那时候是直接新训完就直接，他们就直接帮你分配好了。我没有印象我有抽单位，哎，不对，好像有，我想起来了，有抽单位，有抽单位，对。然后有一些抽到就是蛮不喜欢的，就会惨叫。我想起来了，有这回事啊！是上传那天红台厅，所以没有传成功，原来如此。你抽宪兵啊？哎，石头母丸，欢迎来，Hello。哦，所以是锁后照镜的螺丝下方，原来如此。好，然后油箱盖应该没有需要特别解释。刚刚还试了一下，锁不上去，然后还下雨。谢谢，你是冒着雨去试着把它锁回去吗？我感觉牺牲很大。阿峰是真正在金门做兵哦，是做倒一种兵？是真正去做兵，还是你是去卖，还是去卖兵？你是故意打错字的，还是你是真的去卖兵？哦，然后有一些是频繁放跟拿东西哦。另外拍的那一张，对不对？另外拍的那一张就是看起来是拿起来的，然后有时候会把它放进去嘛。对啊，他还有文字解说，也超用心的。他很怕我猜错，确实蛮容易猜错的。好，所以有个白色布袋，然后水耳罩，哦，是耳罩，两种都很累哦。卖冰还是做冰，应该都盖天。OK， 所以是会常常把它放进车肚里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是耳罩，因为在工作的地方，
工作的地方有加工用的机械，很吵伤耳朵哦，所以这是工作用的耳罩。懂了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哇，炮兵跳炮操是什么？感觉超累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感觉会累死哎。啊，这是海军哦，哇，好酷哦！我觉得阿峰不爱改水也不错，不爱改水，咱就通好摇，嘛袂歹，嘛袂歹。或者咱摇的时阵，阿峰有伫开讲时有互咱迄个解答就袂歹，不解释，但是就是可以，大家猜一猜，可以那个本人可以解答，也不错，都蛮赞的，都蛮喜欢的。哦，海军哦，海军会需要在船上待很久吗？哦，炮操是开炮前后的一连串动作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是那个总之就是开炮的那个程序是吗？开炮前该做的事跟开炮后要做的事。哦，炮操我真的不懂哎，我对军事真的是也没有太了解，好像可以研究一下。hin准比细较艰苦，对啊，如果要一直待在船上，然后还会晕船的话，感觉超辛苦哎。哇哦，我没有试过长时间待在船上，我只有试过长时间待在床上。感觉长时间待在船上应该是真的是可能会蛮累的。口号上安安欢迎，晚安，欢迎你来。不是长时间待在床上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一直睡觉而已啊。哦，10年前海军不过没上准，因为是陆地单位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本来还想说可以那个偷问一下，在船上待很久是什么感觉。好 ，OK， 好。再来，我们来看，长时间待在床上是卧病，没有那么长啦，可能12个小时是极限啦，没有办法躺更久，啊，你也是金门看炮操的，军舰也有去看过，里面厕所很特别，好酷哦！我没去过，还没有去过金门跟马祖，对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我是不知道的。好。那我们来看看伊藤绿茶老师的投稿，好多工具哦，这是车渡吗？这看起来是一个包包，是带队部下辖几十条船，带队部是什么？总之也是管，就是你去管船是吗？带队部是什么？好酷哦！哦，你是带部队的意思吗？是带部队吗？然后下辖10几条船，所以是船要听你的话，感觉很猛UC 安安欢迎安安，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，等一下这边看完，我们就会原地降落去唱点歌，你的很正常。第一个马鞍包里面手套、扳手，还有感觉用得到的绑带。来看看啊，这只是扳手，然后这是手套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好酷哦！哦，这是折叠的瑞士刀吗？折叠的工具，然后绑带是可以挂东西比较方便的那种绑带是吗？好。哦，马鞍包是。挂在车上面是不是？挂在两边的那种，就是如果是骑哈雷机车的话，应该就会有的那种是吗？挂在旁边，就像马上面挂东西那样子的。哦，那是马，这个叫马鞍包是不是？好酷哦，感觉有马鞍包还蛮帅的。邮差来叫马鞍包哦，所以我想的应该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是吗？啊，好酷哦！这个我觉得这个词蛮精准的，也蛮好懂的。你也想骑哈雷，是什么阻止了你？钱吗？这个我可能帮不上忙，真的帮不上，感觉很浪漫感觉骑哈雷蛮浪漫的。对部辖下的船上的医药是找你生灵的，哦，好酷哦！哦，野狼就有挂马鞍包了，你就摆一台步车放马鞍包使用，感觉就蛮适合舞车的。就看起来应该会很搭，很帅，很趴，所以这个是管医药的，马自里安蛮欢迎，欢迎你来，欢迎，贵不是他的缺点，贵是我的缺点，有道理。好，
然后来看这可以放吗？配上你这个胖子就很好，黑道哪有这样子自称胖子的喂？包包就是一些那个为恢复皇帝陛下帝国版图出一份力的妙妙工具。这个是什么啦？这个是什么水壶哦？这是什么啦？好酷哦！巴拉哦，对，看起来是巴拉，好酷哦！你还放这张，而且你是有包起来的。你这个是有那个吗？你这个是有 grading 过的吗？你是有拿去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 TCG， 就是如果你那个 TCG 的卡矿很好的话，或者很稀有的卡，你可以把它拿去打分数，然后就是有专门的那个有专门的那个那叫什么机构嘛，反正就是他会帮你看你的这张卡保存的状况多好，然后很好的话会打一个分数。哦，这是一般的卡砖，不是 grading 的。好。我想多了，我还想说没有贴那个贴纸，没有写那个几分啊，那应该不是一般的卡砖。OK， 普通的收藏盒，很酷很酷这是你的护身符啊。哦，强力磁铁哦，是认这个吗？是看强力磁铁哦。如果是有打分数的那个，应该是打不开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把你封起来，你也不会想要把它打开哦。所以这个是水壶，原来如此，原来这是水壶。那这也是水壶吗？这个也是水壶吗？还是一个的？这是一个东西吗？一个吗？还是它是两样东西？好酷的水壶哦，真的蛮酷的。然后这是有点看不清楚，这是谁？这是一个吉祥物吗？娃包，对，看起来是娃包，把它保存得很好。啊，评分单位的卡壳是一体的 ，OK。贝利亚，哦。看出来了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出我的娃娃，大家就可以背着我细 gay 的娃娃车。狗牌是你自己定做的，还写的亲卫队。狗牌哪里有狗牌？这个吗？这一块吗？冰级牌这个形状的吗？哦，好，那个不是水壶，那个就是气氛的。OK， 好啊，好酷哦。哦，用超人语写的亲卫队，好酷！你还会超人语，哇！用嘴堵的得够，你要确定那只能喝一次好酷哦，娃包啊，这整颗也是马鞍包吗？还是这是？等一下这是马鞍包吗？这是另一个包这是另一个包是不是？这是后背吗？还是上面看？喂，不要乱讲啊！这个是尾包，尾包是什么？在车屁股啊，在车屁股后面的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我真的是不懂车，我发现了这件事情。好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猫猫卡爱的。我们来看猫猫卡爱刚刚从 DC 空投给我的照片，我下载一下，请大家等我一下下哦。等等我。好来，想不到也是大轴哇！大家现在那个很认真在区分压轴跟大轴，好赞哦！大家的这个中文都越来越好了呢。重机没有太多装东西的地方，所以没有人要载人的话，就可以放一个尾包绑在座椅上。跟尾箱有一些是装尾箱，但是你比较想要尾包绑在座椅上，原来是这样，懂了，好酷哦。那尾包如果要拿下来的话是。谢谢你，居然是压轴，趁现在喊一下，好棒哦。OK， 所以你后座如果要载人的话，你是可以把尾包拆下来，然后叫后座的那个人背吗？是这样用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感觉蛮聪明的，好赞哦。好，学会了。好，来，咱来看鸟鼻钩锥工作手套，我看看啊，我们有工作手套，然后。真的可以，它可以变小背包，真的也太棒了！
尾箱有人叫汉堡包，好像有听过。好，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卫生纸，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个立方体一大包的吼，看起来好像比较小包一点，不知道它是被压扁还是原本就是一大个吼。使用说明书，这是车的使用说明书吗？车子的使用说明书还留在车上哦，以为大家都会放使用说明书。我不知道我是知道4轮的都会把说明书留在那个手套盒之类的嘛，就是4轮的汽车的话，应该是会留使用说明书。机车的话，至少我家是没有，但感觉留了也没有不对啊，原本就是扁扁的小包，我猜对了耶。我蛮喜欢研究大家的卫生纸的。好。然后我们还有小外套吗？这是小外套吗？我再看一下，我要被挡住了，让我认真看一下。这个是不是小外套啊？然后看起来很薄看起来很薄的小外套。然后这是提袋吗？看起来是布的提袋，还蛮方便的。如果大家在车上留个提袋的话，突然需要背东西回家、买东西回家的时候，就是不需要再买塑胶袋，还蛮方便啊！原来是袖套，防晒袖套，原来如此。因为我都给它晒，没有在管的。对，大家看我很白，没有在怕，就是觉得晒黑一点无所谓，我也没有很在意有没有色差，所以我都给它晒，我就没有特别在用袖套。不过确实啦，如果是要皮肤健康的话，是可以。尤其有时候那个紫外线可能蛮严重的话，是可以带一下比较好。然后还有另一包卫生纸，这包看起来比较大包哦，但看起来是扁扁的吗？扁扁的随身包、旅行包的那种大小，是不是 ？OK， 然后还有比较厚的皮手套，这是皮吗？本来还有雨衣，但你当时正穿着，原来如此。对，我也会放雨衣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午后雷阵雨还是怎么样，偶尔会有那种突然下雨的时候。你跑长照那一阵子，一开始也是给它晒，后来不敢了，就乖乖穿袖套。是怎样晒伤哦？晒到晒伤哦？还是说晒太多其实会长斑我发现我其实手上就也蛮多斑或是痣的，好像是该防晒一下哦。很酷的手套那个颜色想要羊皮或牛皮，我也觉得这个颜色很酷，感觉就算就是从车上下来之后，好像还是可以继续戴着，可以继续就蛮酷的，蛮好看，感觉是一个穿搭单品，不错。好，我遗漏什么吗？应该没有遗漏什么，对不对？感谢猫猫卡爱分享的机车的车度，看得出来，整个就是还在下雨。好，像煎锅上的热狗吗？OK， 继续戴着手套，然后把妙妙工具拿在手上，好恐怖。所以就是2只热狗手，然后拿着你的妙妙工具。好 ，OK， 那好像讲完了耶。太好了，刚好讲完1小时，那我们可以原地降落去唱歌嘞，好赞哦！好，那我们就降过去吧。然后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的待机室，然后给我2分钟喝个茶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啊，好像突然很 low 是什么意思？要飞喽，好飞，大家待会见，耶、yeah